奥地利维吾尔团体在首都维也纳举行示威，以抗议大众汽车参与维吾尔强迫劳动。最近有报道称，大众汽车在东突厥散的工厂雇佣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奥地利维吾尔协会主席迪里夏提对阿纳托利亚通讯社说，抗议活动由东突厥散青年组织领导，世界10个国家和15个城市同时举行。蒂里夏提说，抗议活动始于包括德国、法国和荷兰在内的10个国家，每周举行一次。他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将抗议活动传播到更多的国家。中国当局将数百万维吾尔人关押在集中营中，同时有几十万维吾尔儿童被送到所谓寄宿学校，接受汉化教育。这些设施里面，当局禁止维吾尔儿童说母语。在中国社交媒体的一段视频中，汉族老师要求一位维吾尔小女孩说维吾尔语，可是维族小女孩很为难地回答说，如果讲维语会挨骂。汉族老师问，你为什么不知道你兄弟的名字？维族小女孩说，因为我的兄弟没有告诉我他的中文名字，所以我知道他的维语名字，而他的维语名字有点奇怪。汉族老师说，那他叫什么名字？维族小姑娘说，如果讲维语怕会挨骂。很显然，所有的维吾尔孩子目前都生活在一个与大人一样的恐惧之中。加拿大将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认定为种族灭绝。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称，加拿大炮制了世纪谎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表示，有可信的报告。为了维吾尔族遭种族灭绝以及2名加拿大人被拘捕的问题，丛培武周三召开记者会说，对东突厥散发生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指控是世纪谎言。东突厥散的设施是在教育中心。特鲁多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回击丛培武称，我们已经并将继续严肃关注中国侵犯东突厥散维吾尔族人权的可信报告。世界各地都表达了重大关切。加拿大国会亦明确地表明了其意见。加拿大和国际盟友已经协力向中国讨说法，追究其责任，提醒中国将承担的后果。美国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呼声，今天获得前美国国务卿蓬佩欧支持。他称中国从事恶毒活动，不适合奥运主办国。蓬佩欧在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任时是层级最高的外交官员，当时就不遗余力地批评中国。他说，终究我们不能允许美国运动员到中国去，鼓励中国共产党继续做他们正在做的那些恶毒事。奥运会是自由和运动员天赋的体现，因此在北京办奥运会是完全不合适。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等部分共和党人呼吁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有些人将抵制北京冬奥会与中国大规模监禁维吾尔穆斯林联系在一起。蓬佩欧在他的国务卿任期最后一天宣告，中国这项政策是种族灭绝行为。港府大规模抓捕审判47名民主派人士，引发国际关注。对于律政司符合其中11人保释的决定，周六高等法院裁决押后至3月11日到13日处理。最高法院昨天对15名活动人士中的11名作出了裁决，其中4人已被保释。香港警务处在2月28日发表的声明中说，有47人被捕，罪名是计划推翻政府。另外32名遭拘押人士未获保释。